灣仔軒尼詩道111號地下，建築面積約720平方尺，緩闊約10尺7寸，鋪深約57尺6寸，樓高約11尺，附設來去水、三相電及洗手間等配套。物業坐落灣仔核心地帶，位處商業地帶同住宅區交匯點，盡收兩邊客源。軒尼詩道為港島最繁忙嘅街道之一，廣告效益龐大。政府計劃將灣仔北3座政府大樓同港灣消防局用地重建為會展設施。新會展中心預料可提供3萬平方米租用面積，作會展設施、酒店同甲級寫字樓。根據盛會非正式統計，單係灣仔區已經有超過50個大大小小嘅私人發展重建項目正在進行中，當中大部分住宅重建項目都係集中於皇后大道東一帶，另外商廈項目則位於軒尼詩道附近地區，現租客為餐館。歡迎聯絡我哋。買鋪唔使煩，買入盛會商鋪只需每月租金5% 費用，可享一系列售後服務。